菜園涌巷嘅托兒所已經完成報名。報名開始之前，有家長反映，有人一個人排2個位，引致有家長由正選變成候補。托兒所負責人承諾會同上級商討，揾出最好嘅解決辦法。林靚靚報導。朝早8點半，托兒所門外有近100名家長輪候，不過輪候次序引起爭議。排頭位嘅家長聲稱由2名外籍家傭代為輪候2個名額，不過其他家長就話一開頭只係見到1名家傭，而且頭40名家長喺上個星期4開始輪候嘅時候，自發性簽署咗一份輪候名單，頭位嘅家傭都只係簽咗1個名。因為你哋個賓賓同我哋講係1個位啊，嗰張紙40個人簽嘅。簽咗每人都係1個位嘅啫，個人有時1個人，有時2個人咯。咁我唔知，因為我哋又冇諗咁多啦。如果你而家問咧，咁就因為我見到佢嗰張名單係得1個名，咁我覺得佢會唔會係輪流喺度替？排頭位嘅家長就話，一直都係2名家傭排隊。2個賓妹有2張呢個凳，你哋可以睇翻報紙嘅。其實報紙有登出嚟㗎。第一日就排2個位嘅，都係2個一節。其實點解你會見佢做非家務全職嘅工作？有冇問過會唔會涉及違反咗啱啱？因為其實我都唔想㗎，我哋都有嘢做，係咪先？我個 BB 報咁多間托兒所都唔收。最後排頭位嘅呢名家長報到2個位，不過就引嚟原本排第4位嘅家長不滿。佢當初我親眼見到啊，肯定佢係1個人排嘅啫。佢直至到係晚上8點幾之後，佢先係再帶第2個工人嚟，同埋再擺多另外1張凳喺度。咁之後嗰幾晚咧，佢都係連續2個工人喺度瞓，交更啊，都係2個工人咁樣坐足嘅咯。但係點解佢話我哋嗰個名單度冇佢名咧？就因為我哋當初係8點鐘之前係簽嗰個名單。由於托兒所只係招收40個名額，另外20個候補，原本排第40嘅家長由正選變候補，曾經同校方去到一間房入邊討論，不過就拒絕透露詳情。議員麥瑞權亦都曾經到場了解事件。報名程序完成之後，仲有20幾名家長喺門前聚集，更加有人聲稱會要求社工局到場協調。而托兒所負責人就話唔知道輪候者自行排序，由於有人1個人輪候2個托兒名額，令到排第40位嘅家長未能夠取得正選名額。佢承諾會同上級商討，揾到最佳嘅解決方法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麗玲報道。